情。有人會早熟，有人會好遲先至喺愛情裏邊萌芽。認識有啲朋友比較早熟，未夠20歲就開始談戀愛，進入30歲，離離合合已經好幾段嘅感情啦。跟住亦都嘗試過喺婚姻上面好甜蜜溫馨咁度過好幾年，之後進入一個破裂嘅世界，導致離婚。有啲朋友結咗婚，有仔有女，不過最後感情亦都要寫上一個句號。最近有位朋友50歲啦，50歲一個屬靈嘅階段，佢再次一度面臨失婚，甚至乎喺中年之後嘅呢個階段，種種唔同嘅衝擊。對於佢嚟講，要揾一個新嘅生活，要揾一個新嘅方式去繼續自己生存，實在相當之困難。亦都好巧合地喺呢段期間，佢又遇上一段新嘅感情。佢開始有恐懼，開始喺我哋啲熟朋友裏邊不斷談論緊，到底應唔應該喺50歲之後再次迎接一段新嘅感情，再次去建立一段新嘅關係啦。先唔好講有愛情，只純談友誼嘅話，當然冇問題啦。有甚至乎喺友誼以上嘅話，都係值得嘅。如果要進一步講到真係彼此之間要有感情，要有將來嘅話，我呢位50歲嘅朋友，佢認為喺呢個過程裏邊，自己受過大大小小嘅挫折，最怕嘅一樣嘢就係發現自己已經冇咗嗰種追求戀情嘅心境，好可能轉移到希望追求自己嘅人呢，係陪伴自己，唔好要求有咩嘅負擔，有咩感情嘅債。戀情嘅意味好似有一種動態嘅關係，要兩個人一齊完成一件事。嗱，同伴就啱啱相反啦，兩個人只要坐埋一齊，同對方共處一室，分享大家嘅生活，互相幫助，咁就係一個伴侶啦。某個年紀之後，要交友約會唔係咁容易。到底一個成熟嘅人超過50歲，係咪就係冇權利、冇勇氣、冇心力去迎接新嘅戀情呢？我相信未必。每個人只要喺愛情裏邊擁有住希望嘅話，任何一個年齡都可以有愛情。呢個唔單止係你尋找伴侶，亦都可能係一個靈魂上面，喺一個感情世界上面可以值得依靠嘅人。